屏东明阳国际工厂发生火灾，造成4名消防人员过往，今下晡移灵。这车队登到消防员在生进前服务的编制分队，代表任务结束。在这个移灵的过程当中，沿路也真侪民众自发性向一寡过往的消防员来致意。也来讲到这场火灾伤势较严重的16人已经离开家户病房了。也来讲到这明阳工厂内面囤上过侪化学物品，目前敢若会当用工业辅导法来甲因处罚，防执期讲这是罚了伤过轻。经济部也拍算讲要修法，甲这罚金救复权。警车开道，消防水箱车驶伫头前。带领车队是屏东县消防局第1大队编制分队，民众嘛自发性行礼致意。4个伫明阳大火不幸殉职的消防员，移灵的过程等去甲分队是最后一轮，上定任务结束。车道会伫屏东体育馆举行公祭甲追思会。编制分队其他的消防队员由馆长周春美带领向车队致意，欠卡手的部分已经补交，心理辅导嘛有长时间。现在是一个很艰难的时刻，那心情上面或者是勤业务上面，那我想守护市民或县民的安全的话，还是我们的天职所在。那我会尽力的协助所有的同仁恢复到工作的正轨。那平2分队是我们这4位消防队员他们原来的工作的场域，他们也是背负着平2分队的荣誉。这个嘛造成113个人轻重伤。卫福部处长王必胜伫人面车讲，受伤较严重的16个人已经出家户病房。感谢高雄甲屏东各间病院的拍拼。若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症状的人，嘛已经介入辅导。迄天暗时防指派做现场医疗指挥官的医生伊嘛讲，这是屏东20多年来上较严重的公安事件。高屏地区紧急医疗网，这个嘛斗3工袂少。借由紧急医疗网的一个调度安排，那高雄的医学中心、长庚、荣总、高医、医大等等的，对屏东的需要也都是二话不说。这场火灾嘛，凸显出明阳的问题。劳动部去明阳6间工厂做路检，认定违反职安卫生法，甲罚68万的罚款。工厂内底危险物品超量的代志，经济部表示会当以工业辅导法连续甲裁罚，不过罚款的金额敢若1万至5万。叫外界自己罚伤轻，互中央按算修法。公辅法也是有法者，也确实可以把政府有的资源跟民间来互相勾稽，所以我们现在政府之间正在做跨部的讨论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政府研究修法，提高公辅法的法则，也有加强后续的管理。若有厂商认定化学物品可能比率是商业机密，卖当纳入讨论的细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